后来最近袂少百货公司拢咧上年庆，有民众讲，伊买化妆品送一本笔记本，因为用袂着，就摕去伫网络顶卖，结果互伊真意外，竟然一紧就互买去，而且佫卖甲真好价，卖500外块。其实即摆有袂少的精品，拢做甲真有路，真抢市。譬如讲，某一个大牌子的精品，是一个细细解仔的珠宝阿嬷，网络顶已经卖到1000外块了。便拿到周年庆，民众对走百货公司抢优惠含限量的组合，嘛期待当摕到满额体精品专柜送的礼物，会当讲是十花国色。粉底液、化妆包，可能是卸妆的或是乳液之类。除了基本的习惯保养品，各民众摕到笔记簿啊，不过因为用袂着，决定放去咧网络顶批，发现真侪买人拢卖500到600左右，落尾家己嘛卖500，一个放就帮就随风买走，就会感觉真意外，真好闲挂精品的名，敢讲就靠人买。500-600应该算便宜，因为迪欧的笔记本应该不便宜，它光香水就要3-4千。我觉得太贵了，我觉得它只是上面有印那个字。但如果我拿到那个赠品，我可能会感觉送人，就比起送文具店买的笔记本，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哦很棒。点开网络的拍卖平台，会当发现精品小品是侪面化，真侪种类型豆腐，可以帮印品牌子，佮用旧配落包装。化妆包真侪种色水就在你境，含化妆一定要借的细物件，或者是到达这庆送金光闪闪的红包落卡，甚至佮有做个真有路的珠宝阿嬷，伫咧网络顶拢卖正清苦。精品小品意外受到大家欢迎，若介绍敢有合理，就看民众如何评估。也价值性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